過唔止《西遊記》嘅作者有問題啊，其他好多古代小說嘅作者嘅問題呢，都係疑難雜症。而家大家買到《西遊記》上面呢，都係寫住作者吳承恩，不過明清兩朝流傳落嚟嘅《西遊記》上面呢，係冇吳承恩嘅名嘅。咁吳承恩喺《西遊記》作者嘅講法又係點嚟噶？今日同大家分享下啦。明清兩朝流傳落嚟《西遊記》呢，上面嘅作者就係五花八門、古靈精怪啊，不過都係亂噏。所以胡適同埋魯迅只可以喺其他書入面揾證據，終於俾佢哋喺淮安府志藝文字入面揾到一條記錄，吳承恩《西遊記》。同時呢，喺清朝嘅山陽智慧入面又有吳承恩同埋《西遊記》嘅記載喎。上面就講啦，性敏而多為，伏線諧謔，書中多吳鄉方言，其出淮人手無疑啊。意思即係話吳承恩呢聰明又搞笑，《西遊記》入面就好多淮安嘅方言，咁一定就係淮安人寫噶啦。不過呢，山陽智慧都係人云亦云。喺清朝嘅另外一本書《千頃堂書目》入面有另外一種講法。喺呢本書嘅地理類入面就記載到吳承恩《西遊記》，同一類入面仲有大名鼎鼎嘅《徐霞客遊記》啦。所以呢個講明呢，吳承恩嘅《西遊記》好可能就係同小說《西遊記》同名嘅一本遊記。而且呢，根據現代學者研究，《西遊記》入面唔係好多淮安方言啊，所以山陽智慧嘅講法呢，多少有啲可疑。指吳承恩喺《西遊記》作者嘅講法呢，都係有疑點嘅。不過唔止《西遊記》嘅作者有問題啊，其他好多古代小說嘅作者嘅問題呢，都係疑難雜症。今日我哋又冇其他更加合理嘅講法喎，所以暫時就將吳承恩當成係《西遊記》嘅作者啦。好啦，我哋今日分享就到呢度啦，下期再見，拜拜。